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1章，太阳迦南人。住伫尼吉夫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见以色列人对亚他林的路来，就甲以色列人交战，掠因几若个人。以色列人对上主下愿讲：你若真正互阮太阳这人民，阮就要将因的城完全毁灭。上主听以色列人的恳求，将迦南人交伫因的手，因就将迦南人甲因的城彻底消灭。迄个所在就叫做何尼玛，东自一蛇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过以东一地，往红海的路行。伫路呢，因的心真烦，就埋怨上帝，甲摩西讲：恁是安怎带阮出来急，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？遮无食物，无水，阮嘛无爱搁食即个白净无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，甲因。以色列人死真济，人民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。请你求上主甲这个蛇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人民祈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煮一尾蛇，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就会活。摩西就煮一尾公蛇，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即尾公蛇就活。对何尼山到摩押溪谷。以色列人出发，则领伫俄别，搁对俄别出发，则领伫摩押东边旷野内面的以亚阿巴林；对遐出发，则领伫撒列的溪谷；对遐出发，则领伫摩押甲阿摩利的交界，属阿摩利的阿伦溪谷迄边岸。我近阿摩利的旷野，所以上主的战记安尼记载：所发的外哈别、阿伦遐个溪谷，以及遐个溪谷会行，一直到阿尼地区，我近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对遐起比拟，上主捌对摩西讲：你自一人民，我要水互因。所讲的就是即口井。迄时，以色列人唱歌讲：井啊，请水出来！咱着对伊唱歌。这是贵族用照板开的，是民间的领袖用管仔掘的。因对旷野去马他那，搁对马他那去拿哈列，对拿哈列去巴末，对巴末到摩押地区的山谷。对遮看落去，会当看到旷野的比斯加山的山尖，太阳、阿摩利王甲巴珊王。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阿摩利人的王西宏，讲：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袂活入去田园甲葡萄园，嘛袂啉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西宏毋准以色列人经过伊的地，就组织伊的人民出来旷野，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伫雅节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以色列人用刀抬因，占阿伦河甲阿珀河中间的地，直直到阿文人遐，因为阿文人的边界防守严密。以色列人占领阿摩利人所住的城，包括希实本甲周围的庄舍。希实本是阿摩利王西宏的城，西宏捌攻打以前的摩押王，占领伊所有的土地，直到阿伦河。所以诗人念诗讲：就来希实本愿西宏的城中建搁坚固。有火对希实本出，有火焰对西宏的城出，烧毁摩押的阿尼，消灭阿伦河的山头段。摩押啊，你有知会啊？拜基抹神明的人啊，恁袂亡啦！基抹害伊的查甫人逃亡，害伊的查某人，互阿摩利王西宏掠去。阮对
希实本到底本，甲因完全消灭。阮互地荒废，直到罗发，搁到米底巴。安尼，以色列人就住伫阿摩利人的地。摩西派人去探查亚舍，因占领遐个庄舍，将遐个阿摩利人赶走。以色列人就越对往巴山的方向去。巴山王国甲伊的军兵出来伫以得来甲因交战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毋免惊伊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拢交伫你的手。你着亲像对付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安尼对付伊。以色列人就杀死国甲伊的囝儿以及伊的人民，连一个都无留地，搁占领伊的地。